來繼續來講台電，為6月初一開始要採用熱天的電價。根據着台電的計算，安尼一來，家庭的平均電費每一個月會提升到7084塊，甲非熱天比起來，增加大約446塊。都有民眾擔心會間接影響到民生的物價。肉片放起嚟前台，增加車，個胖公公。業者除了愛考慮要安怎滿足消費者，也愛想要安怎保存食材。電烘爐、冰箱、冷凍庫等攏愛食電。業者講，6月都要啟用熱人的電價，如今都愛較準確的。差大概3到5成，但是壓力變大是一定會變大的。對啊，但是也只能自己吸收，不可能轉嫁給消費者，因為我們還是小本生意嘛。業者試算點來，今年1月到3月電價超5000塊，3月到4月超4800。熱人4個月電錢，伊講每一期攏愛上班，可能就是趕快關燈啊，然後冷氣不用趕快關掉，就是還是會覺得要省那些電費啦，那樣。生活開銷本來壓力就是一定會變大，那問題是說，如果說它有必要，這是因為人家的成本負擔吶，那我們使用者付費，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個思維啊。以去年一般家庭的用電量來算，扣掉熱人，平均逐個月食電308度，電錢超638。熱人平均逐個月食電418度，電錢1084塊，加要7成。夏季電價基本上實施的期限是6月到9月，也就是這幾個月份。那攤提在全年來說，大概只有4/12，也就大概1/3的影響，就是對物價本身來說的影響幅度並沒有那麼大。台電講，一般主體用戶會當經累進電價或者是時間電價，兩種計算費用的方式無同，都要看你平常時用電的習慣。當年熱人也攏會調整電價，除了準則，也會當透過一寡生活撇步減輕壓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